搅拌均匀的米浆倒入浅盘，米食达人谢怡珍忙进忙出，赶着将客人预定的板条如期交货。这个是再来米，最起码它吃了不会胃酸，它粗糙，容易消化。客家人爱吃板条，其来有自。除了好消化，早年生活困苦，再来米浆是许多客家儿童的主食。以前的小孩子有没有娃娃出来都没有米，没有奶吃啊，都买再来米磨浆啊。像我就吃那个长大的。从记忆中的味道出发，而今谢怡珍和夫婿经营全台湾最大的米食工厂。蒸出的板条细白透嫩，当中的米浆比例却是影响口感的秘密关键。这个比较有弹性啊，比较有弹性，那这个是比较硬一点。对，它是有加淀粉，比较韧。对。仔细比较两种板条，纯米米浆蒸出的板条口感软嫩，适合做港式河粉；加了淀粉的板条 Q 度够，煮汤不容易烂，各有千秋。好多人就回来跟我买。利落刀法准备配料，大火快炒，20人份的板条迅速端上桌，要满足顾客的味蕾。一下下就好，客家话怎么说？可不可以教观众朋友？野哈的时候，一下爱秋后，一下爱秋后。